台北市交通局宣布讲，9月13特别大讨论真久的公馆的圆环拆掉，甲公车地下道囤互平。今仔早起民间团体佮有当地里长甲附近的大学生代表是呼吁市政府，为着避免交通的黑暗期应该用成本较低的方式来改造，优化圆环的路线。台北市交通局是强调讲，工程会伫65天内完成。 就算毋是上下班高峰的时间，台北市公馆的圆环，毋但公车一帮搁一帮，汽车甲机车也真多。台北市府考虑公馆的圆环常常发生交通事故，宣布要伫9月13甲圆环拆掉，搁甲公车地下道囤起来，引发民间团体甲附近学校佮里长的反弹，表示透早做会召开记者会。 一旦填平，将会导致我们往返的时间增加1倍以上。我们希望蒋市府可以听取在地民意，把地下道填平的情况下，这些车流刚刚提到的每小时大概约300辆的车流回归到地面上，我不确定这样子的车流拥塞程度会严重成什么样的状况。过去台北市长蒋万安捌宣布，公馆圆环连续7年拢是台北市真高发生意外的第1名。不过当地居民烦恼废掉专用公车地下道会冲击交通。正常台北市府要召开公听会，但是附近的居民甲民间团体建议先试办调整号志甲标线。不过双方无达成共识。台北市府表示，9月13会分2阶段拆掉公馆的圆环甲公车地下道囤起来，按算65天内完工。 标线的改善效果大约是5至12%，而正交处理的部分改善效果预估是63%，这部分都经过专家学者会议讨论来做过确认。目前台北市交工处回应会按照计划拆掉公馆的圆环不过若真正甲伊拆掉，敢会互交通搁愈正力，也是会互交通事故减少，这有关爱观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